大家好，我係瑞雲，歡迎嚟到瑞雲教室。今日我哋就嚟討論一下雙劍嘅技能。咁一開始呢，我哋就討論一下雙劍嘅 Q 技，第一招英勇打擊。咁佢就單體攻擊嘅，造成物理傷害331點，同時為自身施加一層英雄層數。咁每層英雄層數就增加9%移速。12%攻速，持續6秒。咁呢招就冷卻3秒嘅，範圍3.5公尺。咁呢招實際上呢，我覺得就還可以嘅，因為佢唔係話出招嘅時候唔係話打好耐，好快就出完招，好快就起手，好快就斷尾。咁基本上呢都還可以嘅，但係主要都係用嚟疊加英雄層數啦。咁打得一隻，咁傷害又唔係話特別高，所以呢招嚟講，我就覺得還好啦，又唔算特別差嘅。跟住我哋介紹第二招就係呢招英勇劈斬。咁佢就打範圍嘅圓圈範圍，造成258點物理傷害，同時為自身施加英雄層數，層數就依擊中敵人嘅數量而定，即係打中一隻就加一層英雄，兩隻2層，三隻3層。每層英雄層數又係啦，9%移速，12%攻速。咁我覺得呢招呢就會比前一招好用啲，因為佢打範圍。咁基本上最難處理嘅情況就係俾人圍攻同埋打攻手咯。咁俾人圍攻嘅時候，梗係打範圍最緊要啦。所以呢招我係覺得好過第一招嘅。同埋佢哋嗰個傷害其實唔係爭咁遠，冷卻時間又差唔多，都係3秒。咁變咗同埋主要傷害你都唔係嚟自呢個一技㗎啦。咁嗰個傷害嗰個差少少嗰度其實影響唔大。咁變咗用呢招好過，因為佢打2隻嘅話，同時就可以疊加到2層英雄層數。咁你嗰個一技其實為咗輸出之外，都係主要就係為咗疊加呢個英雄層數嘅。所以我啊覺得呢招打範圍嚟講係比較好啲嘅，因為有時你打幾隻可以同時疊加幾層。同埋都係嗰句啦，最難處理都係俾人圍攻同埋打攻手咯。咁你俾人圍攻嘅時候，你仲逐隻打嘅話，或者你得每次疊加一層英雄層數嘅話，咁就基本上就嗰個效率啊，同埋最終嘅結果都會大打折扣嘅。因為英雄層數對雙劍嚟講係幾重要。因為佢疊加咗就會增加嗰個補攻嗰個攻擊速度同埋移速，仲有二技能，好多技能都係會消耗嗰個英雄層數。咁變咗，如果你有英雄層數越多嘅話，對你嗰個戰鬥越有幫助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開始介紹呢個二技能。咁第一招就係印風啦。咁 W 技嚟講，其實最推薦就係呢招，呢招就係最好嘅招我認為，因為佢係打範圍嘅旋轉攻擊，對路徑上作出3次170物理傷害。咁如果你身上面有一層英雄層數呢，就會消耗1層，每次造成255點物理傷害。咁呢招有咩好處呢？最主要最大好處當然佢係打範圍啦。咁打範圍嘅話，咁你俾人圍攻嘅時候就係最好嘅選擇嚟嘅。咁第二樣嘢最難處理就係俾人圍攻同埋打攻手啦。近戰就最怕打攻手噶啦。但係呢招呢，佢有位移嘅距離。嗱，你睇下有咁長距離。咁基本上你可以用嚟追擊攻手用。
咁當然啦，你打近戰，人哋唔夠你打嘅時候都會逃走噶嘛。嘅時候你就有位移又有範圍，集於一身，所以變咗最困難處理嗰啲問題，呢招都解決晒。所以我係最推薦呢一招，基本上。因為如果你一打一硬啃嘅話，其實就睇你嗰個裝備 IP 設置啦，技巧冇乜㗎啦。我覺得如果近佢嚟，除非人哋玩隱身嗰啲啦，隱身咪等佢現形咯。所以基本上最麻煩就係俾攻手拉打，你冇晒手段咧，你就會俾佢係咁射，但係你又乜都做唔到嘅時候，就好容易輸。咁俾人圍嗰陣時又係啦，你冇範圍技嘅話，咁你就好蝕，即係好蝕底咯。即係本來幾個打一個，你已經蝕底㗎啦，你仲要冇範圍技，逐隻打你就死緊。咁變相呢招二技能對應咗最難處理呢兩個情況咧，我覺得最好嘅選擇咯。嗰個通用性好大啊呢招，所以我係最推薦用呢招第一招。跟住我哋就介紹呢招二技能嘅第二招中斷，佢就係、近距離嘅單體嘅，造成329點物理傷害。咁同時呢，佢就會根據你每層英雄層數就增加普通攻擊嗰個傷害20%，最多疊加3層，持續2秒。我就覺得呢招就冇乜大作用啦。咁你增加普攻變咗你都係增加單體嗰個作用。咁單體上嚟講，基本上係難處理嘅。咁同埋佢嗰個施法距離咁短，都冇可能攞嚟打攻手啦。咁 PK 上面又冇用啦。咁你 PK 上邊變咗最多都係打近戰。咁基本上你裝備好，你自贏噶啦喎。除非你裝備差唔多嘅情況之下，再 PK 打近戰嘅話，呢招咪有作用咯。所以佢嗰個適用範圍其實係有啲窄嘅，我就覺得意義唔大。不過如果你裝備好，本身你裝備好，你就其實好容易靠裝備就壓過對方㗎啦。你最怕係遇到啲攻手同你打技巧、打拉打，你追佢唔到嘅話，咁你變咗有時 IP 高過佢都可能會輸。所以就有需要好多嗰啲位移技啊、遠距離攻擊技啊嚟輔助你打到個對手，咁你先有贏。但係呢招嗰個實用性唔大咯，我覺得即係好似正如呢家打怪咁，我呢家打幾隻嘅話都打唔到，變咗都係一隻打咁樣，好冇效果咯變咗。即係對比起第一招，就算打怪上面嚟講都唔係咁推薦，所以變咗呢招嗰個實質嗰個效果嗰個適用個情況太少，淨係適合於打近戰嘅單體咯。跟住第三招就係呢招碎裂劈擊。咁呢招咧都可以用嘅，因為佢係遠攻打直線嘅，有定身效果，持續1.95秒，造成523點傷害，冷卻15秒。呢招咧其實佢嗰個直線都係範圍嚟嘅，所以你攞嚟打怪啊，你走下位都可以攞嚟用下嘅。同埋最主要佢嗰個作用咧係攞嚟打遠攻。嗱，我示範一次，即係佢打咁長距離嘅，都幾快嘅，所以變咗佢起碼打攻手嗰陣時有用咯。如果你話俾人圍攻嘅時候，梗係第一招好用啲啊。但係如果你用呢招嚟俾人圍攻，都有得玩下，即係嚟拖埋呢邊，咁同一距離一次過打晒兩隻，咁樣用嘅話咧，都可以喺俾人圍攻嗰陣時用到嘅。所以呢招都可以做次選嘅。咁你若果係真係打攻手嘅時候，你選擇呢招嘅話嚟代替一技都係可以嘅。
因為你同攻手 PK 嘅話，最緊要打距離啊嘛，佢又有定身，跟住又可以遠距離攻擊，所以變咗都可以用下。同埋佢冷卻時間又唔算太過分啦，10秒、10零秒。所以我都第二推薦係呢招咯，碎裂劈擊 W 幾嘅第3招。跟住我哋介紹第4招斷根，佢由2項技能組成嘅。呢招我就覺得普普通通啦。佢第一段咧係打單體嘅，331點物理傷害，回復25%，持續7.8秒。跟住你擁有1層英雄層數先至可以出第2段。所以你要出1次1技先可以出呢招2技，如果唔係佢就打一段就冇得再播落去。跟住第2段呢，就係有位移嘅，有範圍嘅，造成518點物理傷害，再消耗1層英雄層數。呢招我就覺得普普通通啦，即係雖然佢第2段有呢個位移同埋打範圍。但係佢首先你要有1段英雄層數先至可以，然之後第1下又係近攻條，你要2個先決條件，你先至可以發動到第2下嗰下位移同範圍攻擊。咁變咗，例如你打攻手嘅時候，你根本就埋唔到佢身，你連第1下打唔到嘅時候，你點樣發動到後邊嘅位移咧？所以變咗你有時打攻手變咗企咗喺度。你係咁想出第2段，但係你又未有先決條件，打咗佢1下1技，再打中佢1下第2技，然之後先出到呢下範圍技，咁變咗嗰個實際運用上有啲困難。如果打攻手，咁俾人打圍攻嘅時候，咁點呢？如果俾人打圍攻嘅時候都出到嘅。但係咁佢第1下變咗打單體就打咗個折扣咯，咁你變咗你同第1技比嗰下打範圍又有位移，嗰下同埋順便走佬都得喎，第1技嗰招。而呢招就你要踢咗人哋1下，跟住再出，你仲要踢之前1下要中1下1技，好似我啱啱咁冇出1技嘅，發動唔到第2段。所以呢招我都係覺得普普通通，無論俾人圍攻或者打攻手都係普普通通。跟住第5招就係呢招格擋打擊，擺起防禦姿態，對傷害免疫0.8秒，跟住以魔法形式即將承受傷害125%反彈回去，跟住之後結束嘅時候再揮劍造成340點物理傷害。冷卻16秒，呢招我覺得普普通通啦，高手用啦，我自己覺得，我自己又唔係咁發揮到咯，因為基本上大部分招數都係即時出㗎嘛，或者嗰啲引導性持續性幾秒嗰啲招數，你咪有時間反應出呢下咯，但係嗰啲招都係屬於少數啲啦。或者有嗰啲施法時間嗰啲招啊，你咪有時間反應俾你出咯。但係如果你人哋即時出嗰啲招，打1下0秒起手0秒埋單咁樣，你用呢招你真係好高手，你先預判到佢出招嘅時間嘅時候先反彈到。如果唔係你打空咗又係嘥時間。咁變咗。我又覺得呢下嗰個實用性，你要好有技巧先運用到咯。即係好似呢個情況呢，我又有啲瀨氣啦，用緊呢招2技啦。打怪有冇用呢？不過佢冷嘅時間太長，所以我都係唔肯推薦。16秒先出得1下。仲要咁難先至可以，你睇我爭啲俾呢招累死，所以我唔係好推薦呢招，除非你真係好犀利嗰啲高手啦，對呢隻 game 好了解啦，
嗰個操作啊、技巧啊、觀念都好好啦，你運用得好好，咁你咪用。但係一般新手我唔係好推薦用呢招。好啦，跟住介紹埋最後一招，呢招都係廢廢地嘅啦，我都係覺得。使自身移動速度增加10%，防禦增加25%，持續3秒。生效期間驅散免疫一切異常效果。跟住同時為自己施加一層英雄陳數。呢招完全冇傷害能力，跟住然之後嗱10%移動速度呢，其實加咗等於冇加嘅啫。所以佢嗰個作用喺嗰個防禦同埋增加一層嗰個英雄陳數上。咁英雄陳數又唔係話真係好難疊加，即係靠佢，然之後佢冷卻20秒，咁變咗呢招其實都幾廢。除咗係個防禦嗰度，防禦你又要先讀人哋咁啱同你造成傷害嘅時候，你先發揮到出嚟。咁變咗使用難度又高咗，又冇傷害，冷卻又高，跟住增加移動速度又少，所以呢招係可能係咁多招之中最冇實際作用嘅一招。咁所以咁多招呢，我都係推薦翻 W 技嘅第一招，咁 Q 技就推薦第二招。呢兩招加埋呢，我覺得係最實用通用嘅，最主要係即係打攻手啊，俾人圍攻都得。你一用翻呢招，即刻好快清晒啲怪。所以今日嘅結論就係推薦大家 Q 技嘅第二招英勇斬擊，同埋 W 技嘅第一招印風。咁最後順便講埋啦。咁佢最低嗰度嗰個增益效果，我就建議大家使用呢個英勇奮戰，每層增加英雄，每4次普通攻擊增加英雄陳數1層。咁基本上係最好用就係呢招啊！咁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瑞雲，下次再見。